呢條片會講 GBA Trip 廣州2日1夜嘅感受。我係謝鳳婷。我哋一到達廣州就去咗一間超有特色嘅老字號酒家南苑酒家。一踏入去就有一種穿越咗古代嘅感覺，成間餐廳都古色古香，有祠堂、假山、瀑布、涼亭，完全展現咗園林建築嘅精髓。而作為嚟廣州學習嘅人，親身感受到呢一種建築嘅美學。而喺食物方面，南苑嘅點心同埋主菜都充滿驚喜，亦都反映咗廣東人對飲食嘅講究。例如佢哋嘅咕嚕肉酸甜開胃，外脆內嫩。而每一道菜都唔單止係味覺嘅享受，更係一種文化嘅傳承。對於我平時生活比較忙碌嘅人嚟講，可以喺咁嘅環境下放慢腳步，靜靜咁感受廣州嘅文化，係一個好珍貴嘅回憶。呢一餐飯都令我明白到，生活本身就係一種學問。南苑酒家就好似一本打開咗嘅廣州文化教科書咁，用味道、建築、氛圍教我點樣欣賞呢個城市嘅深度。我哋亦有機會參觀廣州天愛外國語學校，呢次體驗對我嚟講都好特別㗎，因為唔單止係睇學校咁簡單，而係一次深入咁了解當地教育文化嘅機會。一開始由一位老師好熱情咁招待我哋，佢向我哋介紹咗學校嘅歷史背景同埋語言教學嘅特色。原來天愛唔單止注重英文，仲有多種語言嘅課程，真係好國際化㗎。咁樣都反映咗廣州多元文化嘅一面。跟住我哋參觀咗校園，行過咗教學樓、操場，沿途我哋都感受到學生嘅學習氣氛同埋校園嘅整潔程度。最令我深刻嘅一幕係見到一大班學生舉住支旗喺操場跑步，嗰種團結同埋活力真係好令人感動㗎，亦都體驗咗當地學校對紀律同埋體育嘅發展重視。我哋仲參觀咗校內嘅和雅展廳，展廳設計得好有氣質，展現出學校發展嘅歷程同埋學生嘅作品。我特別鍾意入邊嗰種靜中有詩嘅氛圍，令我感受到教育唔單止係知識傳授，仲包括審美同埋態度。最後我哋參加咗一場講座，入邊深入咁解說咗學校嘅教育理念同埋教學方向。透過分享，我更加明白到天愛點樣透過語言教育去培育學生嘅國際視野、文化素養同埋自我嘅表達能力。整個校園參觀嘅過程對我嚟講都唔單止係一個行程，而係一次文化交流嘅機會。喺廣州學習唔單止係上堂咁簡單，而係透過呢一個地方去感受城市嘅節奏、價值觀同埋生活方式。我係鍾欣婷。今次 GBA Trip 中去咗廣州，當中去咗唔同嘅景點參觀。呢條片就會講2個深刻嘅景點。第一個深刻印象係粵劇藝術博物館。一入到門口就見到有好多關於粵劇嘅物品，而左邊就有粵劇嘅服裝同樂器嘅展示。由於我比較少接觸粵劇，第一次近距離觀賞粵劇嘅服裝同樂器，覺得好靚同新奇。最初我以為自己對粵劇冇乜興趣，但係喺參觀過程裏面，唔單止冇覺得無聊，仲俾服裝同樂器深深咁樣吸引咗。而另一邊就放置住當年嘅粵劇嘅報章同黑膠唱片。我好記得嗰陣時見到黑膠唱片超驚訝，冇諗過粵劇竟然會有黑膠唱片，而上面就係粵劇嘅5大名伶。離開咗啱啱個區之後，就嚟到呢個比較學術性嘅區域。現場有熒幕同影片播放住保護文化。一去到外面就見到以古代文化嘅建築物，現場睇真係好靚啊！建議去親身去感受下。而第2個深刻印象係基督教沙面會堂。基督教沙面會堂採用米黃色嘅牆同白色裝飾線條，
呈現翻當時維多利亞時期嘅教堂，當中有一啲西式嘅建築美學，例如彩色花窗，而嗰啲玻璃上配有聖經故事。會堂嘅吸引之處唔單止喺文化嘅魅力，當中嘅氣氛亦都好吸引人。空間俾人一種平和寧靜嘅感覺，好適合沉思同祈禱。以上就係我喺廣州 trip 中深刻印象嘅2個景點。